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五餅二魚嘅故事。耶穌行咗呢個五餅二魚嘅神蹟之後呢，喺群眾中引起咗極大嘅轟動同埋狂熱嘅反應。人們見到耶穌所行的呢，就話呢，他一定是要到世上來的先知。佢哋嘅結論呢，喺某種程度上係正確嘅，因為摩西曾經預言神要興起一位好似摩西咁嘅先知啊嘛。而耶穌確實咧就係嗰一位彌賽亞先知啊，但係群眾對呢位先知嘅理解咧，佢嘅任務佢嘅任務同性質係完全錯誤嘅。佢哋所期待嘅咧，只不過係一個能夠醫治疾病滿足佢哋物質需求供應免費午餐等等嘅奇蹟工作者，同埋一位咧可以帶領佢哋咧係武裝起義，推翻羅馬政權嘅政治救主但係真正嘅耶穌係遠超呢啲狹隘嘅期待嘅，佢係生命嘅主嚟呢個世界咧係要賜下永恆嘅救恩嘅。猶太人咧想要強迫耶穌做王，建立一個屬地嘅政治嘅軍事嘅王國，讓佢哋咧可以過豐盛嘅物質生活不受外邦人轄制佢哋嘅生活。但係耶穌嚟到世上嘅真正目的係要賜俾佢哋屬靈嘅變革同埋心靈嘅拯救，就唔係政治嘅解放同物質嘅富裕。佢知道佢哋嘅動機呢係自私嘅，係錯誤嘅，係膚淺嘅。佢絕對咧唔會允許人嘅私欲嚟左右佢嘅計劃同埋時間表嘅。所以咧耶穌咧就拒絕咗佢哋錯誤嘅擁戴，獨自咧係退到山上去嘅。嗱，呢個拒絕咧顯示咗耶穌對神意志嘅信服，亦都提醒我哋跟隨耶穌咧唔應該為咗得到物質嘅好處或者政治嘅解放，而係為咗得着咧永恆嘅生命同罪嘅赦免。耶穌係王，但係佢個國度咧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嘅。約翰福音6章14節講，人們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耶穌知道他們要來強迫他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繼續，下次再見，拜拜。